哈利路亞，感謝主，見當朝是家要來到盡呢一個客家福音，是家嚟聽熱的上帝嘅好消息，好消息乜嘅呢？都係福音，嚟曬聽呢一個福音，熱天嘅特福啊！我相信隆重朋友家社間你喺度打答，上下是家為學，上下是家為似冇辦法，上下是家似到走投無路。本呢個社間嘅工作咪到上下，或者是家嘅工作，是家嘅頭腦生活當中，未咪是家肉，咪是家冇辦法上下。會講要當然本生世咪到滿問題咪到啊，變煩惱過度，煩惱過度嘅乜嘅意思？一般人咪講 stress， 到煩惱過度是安煩惱啊，嘛今日是家做人冇瞓過頭啊，我都想到講佢家要。苦嘅問題，要煩惱過強，煩惱過度，要問題安睇，我都想到熱嘅福音，在我嘅經書馬可11第23樣講到，實際係嚟撒講本一懂啲，你跳過安海氣，阿三你唔好擔心，阿三要有強嘅信心，你一個懂能夠跳落海呢？乜嘅意思呢？係講時間要問題安睇，從一懂安睇，各樣嘅苦衷，從一懂安睇，呢一個問題爭到被煩惱過度了啊！你要信心，你能跟呢一個問題從一懂安睇跳落去啊！霎時間唔好擔心，信心第一山啊！呢一個信心當然是家有信心。對耶穌基督上帝啦，是家嘅信心對耶穌基督上帝嚟講，是家日真嘅信心是家能講本是家嘅問題了懂人睇跳落去呢佢能夠跳走三唔好擔心啦，因為乜嘅呢？是家嘅信心十分重要，是家在社會呢度。要有信心十分重要，信心對主耶穌，呢個信心能夠以幫持自家，本自家有問題開路本自家，是阿實自家信心真因為乜嘅呢？我都係信主嘅基督徒我都係喺度喺世間裏啦，唔係講看到就信，看到就信唔係信心了，我都唔肯看到，但係我用信心去看，我嘅問題了懂人睇，我能夠面臨嘅就開起呢一度按照信心，是家相信，是家又得到實時間面臨日真嘅信心，含一懂跳過海呢，是家問題能夠跳海呢，實時間信心對耶穌基督，因為乜嘅呢？是家嘅上帝要聽自家嘅禱告，叫突然大家統齊跳自家嘅懂過海呢，跳在劈堂，在耶穌基督嘅名，我感恩嘅禱告，哈利路亞，阿門。